繼續啦，咁啊，好，咁啊介紹下蒙特梭利教學法，咁一定係佢要介紹下個始創人先啦。咁咧佢就係瑪利亞蒙特梭利博士 ，Dr. Maria Montessori。咁咧佢係蒙特梭利教學法嘅始創人嚟嘅。咁咧佢亦都係一位意大利第一位女醫生嚟嘅。因為喺好耐以前咧，其實係都係男生主導啦。咁所以咧佢都係被好多受到好多歧視嘅。當年嘅年代，咁所以佢克服咗好多困難，咁同埋堅持啦，咁佢就成為第一位嘅女醫生啦，咁樣。咁佢咧就佢學嘅好全面嘅，就係佢個蒙特梭利教法係集合咗醫學啦、心理學、胚胎學、人類學同埋哲學去做呢個教學法嘅喎，所以唔係淨係話單買教材就唔係嘅，其實背後係好多唔同嘅理論喺度嘅喎。係啦，咁咧佢咧蒙特梭利咧，咁佢畢業咗之後咧，佢係第一位女醫生啦。咁跟住咧，佢就會去咗委派咗去一間醫院嗰度去做一啲研究嘅。咁佢就觀察啲小朋友嘅。咁佢就發覺啲小朋友係啦，佢都有啲佢第一個對象咧，其實係有特殊需要嘅小朋友嚟嘅，所以其實開頭咧蒙特梭利教學法咧係用喺有特殊需要小朋友嗰度嘅，到後尾發覺咧蒙特梭利就觀察到，原來佢哋啲小朋友學習咗教學法之後，佢哋去考試，個成績都好好喎，咁佢就諗下，不如試下應用喺有正常小朋友嘅身上邊啦，咁所以就係慢慢呢一段時間咧，慢慢演變到咧係正常小朋友咧都有機會去接觸到啦咁樣，但係其實最初啲設計全部係專門係俾特殊需要小朋友嘅咁樣。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自己啦，喺1907年咧就喺羅馬喺一個貧民區嗰度咧就創辦咗兒童之家啦咁樣，喺意大利嗰度嘅，咁咧就開始發展佢個蒙特梭利教學法啦咁樣。所以佢開頭咧係俾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係 for 一啲 working parents 嘅，就係爸爸媽媽出外工作，咁剩翻個小朋友大概佢個兒童之家咧大概有30幾位小朋友，咁咧大概3至6歲呢段時間，咁咧就係爸爸媽媽出咗工作，咁佢就會留咗喺兒童之家嗰度咁樣。係啦，咁蒙特梭利咧點解會係啦？世界各地都有呢個蒙特梭利教學法咧，就係因為佢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去教學，同埋去講一啲講座講義咁樣嘅，同埋咧佢咧係研究咗唔同嘅種族文化，所以其實佢一個文化教育咧都係好世界性嘅咁樣，所以一陣間嚟緊有啲堂都會講解啲文化教育嘅喎。咁佢研究唔同種族文化嘅兒童啦，咁咧佢分別去咗好多唔同嘅國家去舉辦講座同埋培訓課程嘅，咁你見到咧，佢每個踏足每個國家咧，都有一啲相對嘅物件啦，譬如有郵票啦，就係主要郵票啊，嗰啲係啦錢幣啦，咁都有蒙特梭利個名啊，佢個肖像喺度嘅。咁佢喺印度都逗留咗好長嘅時間嘅。咁如果咧大家老師有機會咧去一啲買一啲教材咧，嗰啲盒裝尤其是啲語言啊，一啲數學嗰方面嘅教材，一盒盒嗰啲咧，你打開去反轉後邊睇個製造嘅國家咧，好多係嚟自印度嘅。係啊，佢好多教材都係嚟，而係一啲好好嘅教材，佢就參考咗蒙特梭利嘅概念去做咗一啲教材出嚟嘅。咁我下一次嚟緊一啲語言嗰方面，我都會帶翻一啲係嚟自印度製造嘅語言嗰方面教材俾大家睇睇嘅喎，咁啊，係啊。係啦，咁啊，繼續介紹蒙特梭利博士啦。咁咧，蒙特梭利博士咧，第一次咧喺1912年咧就訪問美國嘅喎。咁咧佢就喺華盛頓，係啦，咁咧就喺呢個係係啦，就係 Abraham Bell 係啦，貝爾啦，佢就發明電話嘅。咁咧就蒙特梭利就喺佢屋企嗰度咧就創辦咗蒙特梭利教育協會啦。係啊，咁所以其實佢都同好多以前嘅唔同嘅科學家啦、哲學家啦都有聯繫嘅喎，係啦，咁呢個就第一個蒙特梭利教育協會就創辦咗啦。
咁跟住咧就喺1929年咯喎，咁咧就喺荷蘭嘅阿姆斯特丹咧就創辦咗國際蒙特梭利協會啦。咁咧就叫 America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咁咧而家咧我哋老師，我哋認證老師咧多數都係嚟自 AMI 啦，一陣間介紹 AMS 啦，同埋另外仲有歐洲嗰邊嘅咁樣，係啊 CMI 係啦。咁另外呢個啦，係啦，係 MCI 係啦，咁咧就1946年咧就英國倫敦就創辦咗歐洲第一間蒙特梭利教學中心嘅，係啦，咁以前就叫 Montessori St Nicholas Centre 啦，咁而家就叫 Montessori Centre International 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試下 Google search 下呢幾間機構，咁佢都有啲蒙特梭利嘅介紹嘅，同埋有啲課程咁樣可以望一望下嘅喎。係啦，咁咧我自己咧就嚟自呢個蒙特梭利係啦美國蒙特梭利協會嘅認證導師嚟嘅，咁咧就係1960年啦，就創辦咗呢個蒙特梭利嘅協會嘅 American Montessori Society 啦，咁樣。係啦，大家有冇印象？呢位如果有讀心理學，都會有係一定會認識到佢噶啦。咁咧佢就係 Jean Piaget 啦，咁咧就係瑞士嘅心理學家嚟嘅。好多嘅 concept 啊概念咧，都係尤其認知發展個。如果有關於兒童發展啊、兒童認知咧，咁嗰啲好多唔同嘅參考書籍一定都會提及到心理學家嘅。咁咧佢係好受蒙特梭利博士嘅影響嘅喎。咁咧佢咧就係啦，佢專注喺兒童發展啦、認知發展嘅理論啦，喺呢方面咧出名嘅喎，所以好多教材、教科書都有提及佢嘅。咁佢咧就係瑞士嘅蒙特梭利協會嘅主席嚟嘅喎，係啊，以前，所以其實好多都會深受蒙特梭利嘅教學法影響嘅。係啦，咁除咗 Jean Piaget 係啦，咁仲有其他唔同嘅好多而家好多知名嘅人士咧，佢哋以前都係受蒙特梭利嘅教育嘅喎。譬如好似Google 嘅創辦人啦，或者係英國嘅皇族，佢哋都係讀蒙特梭利教學法嘅喎，咁樣係啊。咁跟住咧就蒙特梭利博士啦，咁因為佢係啦，去世界各地去宣傳，去介紹呢個教學法啦，同埋講解小朋友嘅發展啦。咁所以咧佢都3次咧獲得到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提名喎，就有3次嘅咁樣。係啦，咁咧呢個咧就蒙特梭利就好強調嘅就係 I hear, I forget， 我聽我就會好快唔記得咗 ，I see, I remember。但係如果我睇見咧，我就會記得嘅喎，就係啦，視覺係啦，用視覺去提示啦，做視覺記憶。但係咧最緊要就係呢句啦 ，I experience, I understand。如果我係有份去參與，有份去做。去參與嘅話，去感受咧，去體驗咧，我就會更加明白㗎啦。咁所以咧，好多時都係話真係要實習，落手落腳去做咁樣啦。好，係啦，咁啊啱啱就好快咁樣去介紹咗蒙特梭利博士啦。喺呢方面，大家有冇啲咩問題啊？或者有啲咩想再了解多啲㗎？係啊。好，咁如果冇咧，咁我就繼續啦，爭取時間咁啊。好，咁跟住咧，係啦，佢嘅蒙特梭利教學法咯喎，係啊 Montessori Education 啦，咁咧。